片段一 Weldon 喺法院，法官要獨立，唔可以受影響嘅。法官要公正無私，法官要以誠信、誠實同埋公平咁行事。法官嘅獨立性點解咁重要呢？喺第一個片段裡面，我哋了解到法官係唔可以受影響，要公正無私，同埋要以誠信咁行事。Weldon 擔心佢嘅法官會受議員影響，我一定要你付出代價㗎，我一定會向傳媒爆料。佢擔心比佢更加有影響力嘅人會說服個法官對佢不利。Weldon 喺佢嘅法證人室出邊會見佢嘅律師，呢啲議員嚟嘅喎，佢哋咁有錢，我究竟有啲咩機會啫？你睇下我又冇錢。如果佢知道我同性戀咁點算啊？我知你擔心嘅，但喺加拿大，法官係唔會同議員討論你嘅案件，佢哋唔會被議員啦、證員啦、商界嘅人、屋企人或者朋友都唔會影響到佢哋嘅。法官要保持獨立，佢哋嘅決定只係會基於證據同埋法律。我唔信，我見到個警察同埋個議員喺度傾偈。嗱，你聽住嚟，法官一定係依法行事嘅，佢唔會俾任何人影響佢嘅決定。加拿大係咁樣㗎，但係個政客仲話要去爆料添。法官唔會被媒體影響㗎。好在喺你個案件裡面冇任何人有長期或者嚴重受傷害。好啦，我哋討論下你嘅案件先。嗱，Weldon 記住啦，你12個月都唔可以揸車，你而家係緩刑。嗱，你一定要遵守所有緩刑嘅條件。你要去完成一個安全駕駛課程啦，要付罰款啦，同埋佢會監督你嘅。唉，其實可以好差㗎。係啊，你可能被告分心駕駛啦，要俾更加多嘅罰款啦。如果有嚴重嘅傷害嘅話，仲可能俾監禁添。其實我真係好緊張㗎，我俾人報道話我揸車時撞到人。嗱，學你話齋，我覺得個法官知道我係初犯，同埋我冇逃離現場，同埋你有一個良好嘅駕駛記錄，祝你好運。片段2，家事法庭。加拿大最高法院要法官識別佢自己嘅偏見，亦都唔可以俾呢啲偏見影響到佢任何嘅決定。法官唔可以受佢個人嘅信仰或者偏見負面咁影響到個案件。佢哋要公平公正，亦都要獨立。佢哋要確保雙方都有公平嘅聽證。喺提出刑事指控之後呢， Rosa 個媽媽向家事法庭申請 Weldon 減低佢同孩子嘅接觸，亦都要求有呢個監督探視嘅。起身，早晨，好，大家請坐。呢個係 Robertson Regan 案件。Mr. Roberts，你有冇律師？我之前有，而家冇啦。Miss Regan，你會唔會有律師在場？冇。呢一個係你嘅申請，不如你話俾我哋聽，你想個法庭點樣去協助你？佢超速亦都撞到人。唔該，你起身啦。我個仔喺個後座，實在太危險啦！我唔可以再相信佢可以照顧我孩子。我需要申請監督咁樣探視，同埋我要申請佢唔可以再車我個仔。係我冇機會㗎啦。我查過你係女性權益嘅倡導者，你係女人，佢係女人，
我要換法官。嗱，你睇下，我係同性戀，我亦都有伴侶，我唔會有一個公平嘅聽證，我會失去我孩子嘅，我放棄啦。Mr. Roberts，我聽到你有幾個擔憂，唔該你兩位坐低先。第一，你擔心我係女人，其實你唔係第一個喺呢個法庭提出呢個問題。你周圍睇下，呢度全部都係女人，除咗你同埋你嘅伴侶。我相信你就係 Mr. Robert 嘅伴侶，係唔係？係。我想你知道呢啲完全同我哋案件係無關嘅。根據我係一個法官，我亦都宣誓過，我只會依據證據同法律咁去裁決嘅啫。你哋今日都會有機會提供證據同埋傳喚證人。根據法律，我唔可以被種族、宗教、性別或者性取向去影響我嘅決定嘅。法律話俾我聽，我只能夠聽我哋而家嘅證據。根據法律，我唯一嘅考量就係孩子嘅最佳權益。我都會聆聽到你哋兩 Mr. Roberts 同埋 Miss Reagan 你嘅證據啦。你哋亦都會有機會去聽到對方嘅證據啦，亦都盤問大家同埋盤問對方嘅證人。我只係會用你哋兩位呈證嘅證據。我嘅職責係確保程序嘅公平。片段3，對加拿大法官嘅期望。Weldon 擔心，因為佢嘅刑事檢控會影響到佢對孩子嘅撫養權。我哋睇下發生咩事。我真係唔相信啊！我仲可以喺唔受監督之下見到 Rosa。雖然我唔可以自己再車佢，但係如果我同我個換刑官有好嘅關係同埋完成駕駛課程呢，會幫到我㗎，對我個案件。我覺得我個法官真係明白到我好愛 Rosa。佢要求我哋去見輔導，去可以唔喺嗌交情況下討論孩子嘅事。你可以做得到嘅。Weldon 意識到佢自己嘅錯誤，亦都害怕承擔晒所有嘅責任。佢好在冇長期嘅傷害。喺一個獨立嘅法官秉承法律同埋公平嘅裁決下，最終都達成咗一個好多人能夠接受嘅方案。